Hello，大家好，又係我 Natalie 啦，歡迎返嚟黃飲表態。好多朋友買勞力士或者其他名錶，除咗貪佢個 brand 夠響之外，仲貪佢夠硬淨，好似勞力士咁樣可以上山下海，大家就會一勞永逸噶啦。好似買咗返去就可以當佢係 Iron Man 咁樣，戴幾十年都唔使理佢。但係做呢行，我哋見到好多令人心痛嘅 case， 有冇試過隻錶無啦啦行快咗好多？或者隻錶面入面突然之間起咗層霧氣，其實好多時唔係我哋隻錶流啊，而係我哋一啲無心之失殘害緊隻錶啊。所以今日我哋呢條片會長氣少少，同大家講下3個絕對唔可以做嘅大忌，仲會醒你2個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嘅保養秘技，幫你個荷包慳翻幾千甚至過萬嘅維修費。第一點亦都係最多人買嘢嘅就係防水啦。好多客人會話 Natalie， 我隻水鬼防水300米深潛都得，咁帶住沖熱水涼一定冇問題啦。答案係絕對唔得。大家要記住一個概念，防水唔等於防蒸汽。手錶防水主要係靠裏面個橡膠圈 O-ring。橡膠最怕啲乜嘢啊？最怕熱啊！當你沖熱水涼、浸溫泉或者焗桑拿嗰陣，高溫會令到個橡膠圈熱脹冷縮，加速老化，失去彈性。加上水蒸氣嘅分子比液態嘅水細好多，好容易就會滲咗入個錶殼嗰度。一旦入咗水氣，個機芯生鏽，到時維修費隨時幾千蚊起跳，咁就會得不償失啦。除咗唔好沖熱水涼之外，仲有一個動作好多人都會做漏，就係鎖把。好多新手朋友校完時間或者幫隻錶上完鏈之後，就唔記得將個錶冠留翻緊，又或者求其撳翻入去就算數。大家要記住，Rolex 嗰啲豪式殼之所以防水咁勁，好大程度係靠個錶冠鎖死，壓實個防水圈。所以如果你冇鎖實，個防護門就係冇閂啦。呢個時候你去洗手，落雨，啲水就會直接經條罅滲入個機芯。所以每次搞完隻錶，記住個口訣：撳、扭、鎖，確保佢實一實先至好掂水啊！第3就係磁場啦。好多客人都會問 Natalie， 我點知自己隻錶係咪受咗磁啫？我又冇儀器，我有透視眼咩？其實有一個好簡單嘅 DIY 測試方法，大家都即時可以試下嘅。你可以去文具鋪買個幾蚊雞嘅指南針，將你隻錶慢慢行埋去個指南針度。如果你見到指南針之針跟住你隻錶喐，甚至好似跳舞咁樣瘋狂擺動，咁大吉利是講句，你隻錶9成9已經受咗磁啦。原因好簡單，就係而家太多磁鐵啦。手袋有磁石扣，電話有 MagSafe， 音響喇叭全部都係殺手。不過唔使驚，受磁好小事嘅啫，拎返嚟黃引或者其他維修中心，用消磁機過一過，10秒鐘搞掂，隻錶即時生猛返。完禁忌，講下保養啦。好多人都會問，隻錶戴耐咗，條帶積咗好多老泥污漬，好污糟啊，用牙刷刷下得唔得㗎？答案係得，不過要有技巧。最好呢就會用翻軟毛嘅牙刷，例如細路仔用嗰啲啊，或者而家日本新出嗰啲啦。加少少洗手液，千祈唔好用強力嘅清潔劑或者漂白水啊，會傷到個膠圈同埋金屬嘅光澤嘅。輕輕咁樣插錶帶嘅卡拉位，然後錶頭嘅位置就盡量避開，唔好用水猛沖。用濕布抹下就得㗎啦。洗完之後最重要係呢一步，就係用軟布印乾佢。特別係錶帶扣嗰啲位，如果長期濕住，金屬都有機會氧化或者積聚污垢。得閒幫隻錶洗個白白，佢就會新淨好多，你自己戴上手都會舒服啲啦。第2點就係關於調校日曆嘅死亡時間。如果係錶友嘅話，應該都會知道係夜晚9點到凌晨3點㗎啦。咁點解叫做死亡時間呢？因為機械錶嘅機芯設計通常喺呢段時間會帶動日曆盤嘅齒輪已經開始咬合，準備喺12點去跳力。
但係人總有失手，如果你唔小心或者喺呢個時間轉咗嘅話，就有可能會 feel 到隻錶棘棘地，咁點算好呢？首先，千祈唔好再夾硬扭佢啦，更加唔好試圖逆時針咁樣轉翻轉頭，咁樣只會死得更加快。正確嘅做法係順住個勢，將時間順時針轉到第二日嘅安全時間，例如朝頭早7點，再睇下個日曆有冇正常跳轉。如果之後幾日都跳得唔順嘅話，或者跳咗半格，咁就好大機會會係個日曆盤嘅齒輪崩咗。咁呢個時候就冇計噶啦，乖乖地拎俾師傅睇下啦。最後一個常見問題，如果我有幾隻錶，有啲唔係好常戴，需唔需要買個 Watch Winder 自動上鏈盒長期轉住佢呢？呢個問題其實喺錶界都有兩派嘅睇法，各有各講嘅。我嘅建議係咁。如果你係玩萬年曆或者調校會好複雜嘅錶，用轉錶盒係好嘅，因為校一次真係會人都癲。但係如果係普通嘅大三針或者 day-date， 其實冇必要長期開住個 winder， 因為長期轉動機芯齒輪始終會有磨損。其實俾隻錶休息下都係冇問題嘅，只要每個月拎出嚟一次上下鏈，等裡面嘅潤滑油行下，唔好乾晒就得噶啦。所謂勞力士梗係要勞佢先精神啦，得閒帶下佢出街就係最好嘅保養啦。總括而言，名錶雖然係精密儀器，但係只要避開水蒸氣鎖實個錶冠，避開磁場，同埋得閒幫佢沖個靚涼，佢絕對可以陪你幾十年，或者傳俾下一代都仲得啊！今集講咗咁多，唔知大家仲有冇一啲獨門嘅養錶心得呢？或者有冇試過因為做錯啲乜嘢事整壞隻錶呢？不妨喺下面留言分享下你嘅慘痛經歷，警惕下大家都好啊嘛！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嘅名錶買賣或者鑑證嘅知識，記得訂閱皇癮錶識，撳埋個鐘仔。我係 Natalie，我哋下條片見，拜拜。